多谢云啊！这连续假期呢，屏东小琉球人真正是有够济，也过游客这个坐这个乌托邦了，前2天徛拢好好，一直到要行车时，业者甲讲，这个头前1班呢有扣着爱规片换掉，要求因来赔钱。也过这个人客认讲，这是小可扣着尔，无必要规片甲换掉，就能发生冲突。虽然讲游客赔钱无代志，后来呢，就网络嘛讲呢，真正真唔冤。因为消保官是表示讲啊，这个民众咧做物件的时，这一定要将这录影甲翕落来，以免个互人揩油。一个190公分的男人一直这样子欺负我啦！谁会欺负你？两边火气真粗，摕手机录影，拢无什么小妞。这是刮痕吗？小姐，你眼睛瞎了吗？坏人想要斗桥嘛无法，两边伫咧冤家，就是为着车顶这船挂着婚假。这是掉漆了。民众讲，前面连假去屏东小琉球做乌托邦耍，甲车行登去时，业者讲头前所在有垃圾，需要规片换掉，就甲因收钱。不过游客认为小可挂掉，就爱讲换零件，随往尾啊选择了钱全拄煞。不过嘛讲会去Google评论，业者这个时阵就心情真无欢喜，感觉游客伫咧甲因威胁，就一路甲因对调调，佮甲因冤家。实际来到小琉球，找到这间租车行，业者讲游客要做乌托邦进前，拢已经有签契约，车身长就应该赔钱。只要能打蜡推过去的那种细小的，都是正常都会自己吸收。那它这个也是已经明显整块漆面掉落，就是照合约上面讲的，就是做赔偿的动作。两边拢有家己的看法，不过游客出去佚佗，假使拄到不合理的赔偿，免怎保护家己？我最好是先把车子的外观先全部录音起来，然后存证。如果遇到有碰撞的时候，看要折旧多少费用。消保官讲，民众若是发生消费纠纷，会当留证据向地方消费者服务中心，或者是消保团体申诉，千万唔通出手，或者是伤害到对方，较袂犯法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